中国两会特别选举，除了主席习近平连任做第三届，新的国务院总理是李强当选。这代表未来中国政权拢是习近平的人。有学者就认为讲，中国这回一直咧强调两岸和平，反对外来势力。这代表美国、台湾甲中国拢已经咧调整战略。面对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任，未来中国政权拢是习近平人马的局势。学者表示，台湾、美国已经开始应变，目前以和平、卖激起紧张情绪为主。积极的进行交流，主动的宣布这个开放10个航点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。第二个重大变化是，他也首次把对美国的政策跟中国大陆相联系。总统过境美国，他把过境美国跟开放直航同步宣布，同一个时间宣布，就是要减少这个它的那个爆炸性。专家认为，这回中国两会强调融合，反对外来势力插手，有暗算对台湾行热软，对美国继续抵抗。尤其蔡英文总统执政期间，对台湾主权、台美关系的经营拢有效果，所以判断中国这站应该会以文化甲经济为主要的手段。那感觉上他没有用到一些很强硬的字眼啊，所以你可以感觉，大陆并不是很，就是说对于台湾哈。想要采取一些更严厉的这些做法，至少在政策上感觉是这样。新的人上来以后，他们的对台政策比较有一点这个春暖的味道哈，就是双方看起来现在的立场都比较软化一点。美中强权为着台湾战略利益继续咧相争，专家提醒，沟通交流虽然有必要性，但是台湾人嘛爱好好备战，袂当放外挂。记者麦尚英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